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閱讀天地啊！我係努力讀書嘅 Isaac。試想像一下，你同一個女仔拍拖，每一日都好開心，但係對佢嚟講，每一次嘅見面其實都係最後一次。你嘅聽日就係佢嘅昨日。你記得晒所有你哋之間甜蜜嘅嘢，但係佢每一晚瞓醒呢，就會忘記尋日發生咗啲咩事。今日想介紹呢一本又催淚又浪漫嘅日本小說，就叫做《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約會》。呢本書係講一對被時間玩弄嘅戀人，用30日嘅時間愛到刻骨銘心。如果我知道你嘅未來，你會點樣啊？呢本書一開頭係講男主角南山高手喺某一日搭車返學嘅時候，見到女主角復仇愛美。高手對對方一見鍾情，覺得心跳加速，仲猶豫咗一程車，到最後一刻喺閂門嘅一剎那，佢決定衝落車同女主角表白。佢問愛美：我可唔可以再見到你啊？愛美眼濕濕就同佢講咗句：我哋聽日見啦。之後佢哋每日都會約會，佢哋會一齊去動物園寫生，去公園散步，仲有初吻，每一件事都好 sweet。但係高手慢慢發現有啲好奇怪嘅事，愛美好似識得預知未來咁，每一次去到最開心嘅時候就會喊。佢仲收埋咗一本筆記，裏面寫晒佢哋兩個之間喺將來會做嘅嘢。終於有一日，愛美忍唔住就同高手坦白：其實我係嚟自另一個平行嘅世界，你嘅時間同我係相反。對高手嚟講，聽日係新嘅一日，但係對愛美嚟講，聽日其實就係尋日。佢哋每5年先有機會相遇一次，呢段時間就只有30日。呢30日裏面，對高手嚟講係第一次拍拖，但係對愛美嚟講就已經係最後一次。佢每晚返到去自己嘅世界，就會忘記同高手一齊嘅記憶，只係剩低筆記本嘅記錄。所以佢每次見面都要按住筆記裏面嘅內容，好似喺度演戲咁樣，非常怕講錯關於未來嘅嘢。當知道真相，高手當然好崩潰啦。佢崩潰咁樣問愛美：其實你係咪喺度做緊戲啊？只係跟住本筆記喺度做戲。佢哋嘈交，高手仲走咗去。但係一個人冷靜落嚟嘅時候，佢就諗通咗啦。佢覺得原來我每一次嘅新體驗對愛美嚟講都係最後一次，怪唔之得佢每次都會喊，其實係因為唔捨得我。高手返返去同愛美道歉，仲決定珍惜剩返落嚟嘅日子。佢帶咗愛美去見雙方嘅父母啦，仲會影全家福啦，仲會親手幫愛美畫佢嘅肖像，每一日都當成係最後一日咁樣過。終於去到結局，第30日，高手畫完愛美嘅畫像之後，午夜一到，愛美就消失。喺5年之後，25歲嘅高手見到15歲嘅愛美，送咗幅畫俾佢睇。而故事嘅後半部其實就係由愛美倒敘咁樣去再陳述一次嗰件事。對佢嚟講，呢30日由結束到開始。佢最後一次喺電車上面喊到崩潰，但係仲要強顏歡笑咁同高手講：我哋聽日見啦。一個故事嘅完美閉環。睇完呢本書之後，我最深刻嘅係，愛情最痛嘅唔係分手，而係明明真係好鍾意好鍾意，但係時間唔容許你哋喺埋一齊。就算明明知道會失去，但係高手同愛美都選擇用盡全力，刻骨銘心咁去愛。喺現實入邊，我哋嘅時間唔會逆行，唔會倒返轉。每個人喺一生人當中
都會有最後一次，所以珍惜眼前人啦。今日就約佢出嚟，唔好等聽日啦。你有冇試過珍惜一段注定會結束嘅關係？或者最感動嘅金句又係邊一句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啊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